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內地男教師涉嫌詐騙2名換錢黨，共40萬港元，被警方拘捕並移送法辦。被捕內地男教師姓洪，24歲，2名換錢黨分別為中年及青年內地男子。案情指，洪某此前曾經同2名換錢黨有過換錢賭博嘅交易。11月14號晚約9點，洪某再次聯絡2人換錢，約定喺某娛樂場見面交易。2名換錢黨交出40萬港元現金，洪某要求先到賬房驗鈔，並將現金兌換成籌碼，又臨時改口稱賭完之後再還錢。當晚至次日凌晨，2人陪同洪某喺娛樂場賭博，結果籌碼全數輸光。洪某其後以各種理由拖延還款，2人懷疑受騙報警。治安警接報到場之後，通知司警跟進，3人均被帶走調查。警方發現洪某手機銀行賬戶僅餘幾千蚊人民幣，資金遠不足以支付兌換金額，涉案金額屬相當巨額詐騙，案件移送檢察院跟進。另外，2名換錢黨因為涉嫌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被另案處理。